我家的二炮公大的，我们一起来陪伴西藏人民走这条66年走这条回家的路。Stop killing in the bed. Stop killing in the bed. Stop genocide. 조우디 호랑이 낮게 조국 개체야 말해. 지조 자기야기 나와야 라왕다 망족이 가면 나와. genji 호랑이야 종아나 로나 조래. 로나 조제 다다부터 종아네 말리니 반다버도야 되배기 탑주래. 홍콩기 탑주래. 참말이야 약견당 되기지래. 过着农牧快乐的生活，你把他们迁到平地，他们完全没有丧失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低薪、低能力的这种劳动工作。samalo rashi dele tadi kita shudro kuwi me hago maso tatire dila tari gure ro sani tari chu manchu ta pepa gi ta nima ke chembu cha de ro sunchu duten cha de re de ni sambala ya ta Taiwan la da pepa mambu ro chido ane konsu ta da sunchu duten de tirin tari gu sani ma ke de sambala ya konsu tirin ane dila sunchu duten de chido 어디 단다 단계 속자사 사시 아니 단다 순주 되텔라 로데로 순주 되텐로데 아니 넘버 2 체고 아 타이완 같이 순주 되텐데 간데 치고요 야 and see you there 다데 타이완 같이 今天所有在场关怀西藏、热爱自由、拥抱尊严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也诚如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说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其实佩芬过去在民进党就长期关怀我们西藏以及我们其他人权非常受到压迫的族群的各种议题。那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在民进党党部服务，但是佩芬对于西藏、对于人权的关怀不曾减弱。所以今天我非常非常开心，在周末，其实今天达赖喇嘛他所领导的这样的一个普世的哲学，以及对于我们今天在此所有站出来的好朋友，我想今天绝对不会只是一场游行就结束，也不会是这几天一连续的几个活动就结束，因为对于自由、对于尊严、对于决定未来的权利这样子的支持，我相信一定都是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好，我知道我们的游行即将开始，不想占用太多大家的时间，但是请大家知道，我们只要大家知道心里有彼此，我们在有必要的时候一定一起站出来，那我们就永不孤单。我们为自由而战的这一条路，虽然道阻且长，可是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台湾跟西藏，大家一起加油，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谢谢佩芬 ，Free the man，Free the man，Free the man。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真心祈愿文的吟诵。1959年3月10号。在吐蕃西藏抗暴以后，我们法王1960年，法王跟8万个西藏人民被迫流亡到印度，这种被迫离家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所以法王在1960年写了真心祈愿文，能够让更多的西藏人继续的有勇气走这条回家的路。接下来我们请达西来主持。当年接受这位送当年，多少分界上界主安舒。叫这边马些，想求到了不接大岗。
这些谁在罗马街，那给这边没马街嘛？这些都在用。都是康苏的边，中国强在中，南平高我家的二炮工那里，平洲的是马当街，平中全高苏的去了的街中的差别家。全世界被雨打，土地中世界被苍黑呀，被谁给别拉路？中间在你后面，扎起我那本的周围线，那庄园边缘人。台湾国会西藏连线，香港编程青年，台湾自由出国学联，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权公园施行监督联盟，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劳工阵线，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台湾中途学斯坦协会以及华人民主书院。我们今天的这场游行，过去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活动。当然，如果在沿途有人挑衅，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保持友善，我们用笑容告诉他们，邀请他们一起陪伴西藏人民走这条回家的路。现在，2025年。西藏人民抗暴66周年大游行正式开始，请大家一起走在台北的街头，为西藏人民支持西藏人民一起走这条回家的路。西藏要自由，西藏要人权，西藏要人权，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是西藏人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是中国人的公民，达赖喇嘛，公民，达赖喇嘛 ，Tibet belongs to Tibet belongs to Tibet. Stop genocide. Stop genocide. Stop genocide. Free Tibet. 公民，达赖喇嘛 ，Free Tibet. Free Tibet. 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Free Turkestan. Mongolia. Keep Taiwan 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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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是中国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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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要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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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陪伴西藏人民走这条66年走这条回家的路。Free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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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流亡出生的一个藏人，跟我一样的很多的西藏人没办法回去自己的家。我们知道。中共底下不管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大家在苦难中。
听中共的话也有麻烦。中共不放，你是汉人，你是藏人。他们爱国教育里面已经有提到，月亮跟太阳是一个妈妈的两个女儿，妈妈叫中国，这样听起来好像中共底下所有的人很有公平的感觉，但是西藏自治区的藏人知道，完全没有平等，藏人没办法学自己的文字文化，中共一直消灭我们的文化宗教教育，所以我们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的放弃他的生命，要表达自己的意见。重点在民主自由国家的老百姓，他们会提出来，会关心他们的人权。所以我在台湾看到那么多台湾人非常支持人权、自由、民主，所以不仅在西藏的活动上，香港需要的时候，他们会站在香港的活动上面。最后我要谢国号 ，Free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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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人权，西藏要人权，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是西藏人的。56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On this day, March 10, 1959, we lost our country to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China. So this date is not just a date in Tibetan history, it is one of the darkest days in our country, in our Tibetan modern history. So today we come here to observe this day. It's a powerful reminder of the resilience of our people who have fought tirelessly for their country, identity, freedom, and dignity. Taiwan understands the value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Each year we observe this commemoration. So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n event. It is a statement that Tibet is not forgotten. I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time passes, truth, resilience will March 10 inspire us. All keep pushing for a world where justice and freedom prevail. Thank you and Bekalo. Free Tibet! Free Tibet!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Support us! Support us! China, China, China! Out, out, out! China, China, China! Out, out, out! Stop genocide! In Tibet! Stop killing! In Tibet! Stop genocide! In Tibet! Long live! Dalai Lama! Long live! Free Taiwan! Free Taiwan! Red China! Keep your hands off Taiwan! 西藏是西藏人的，达赖喇嘛要回家！达赖喇嘛要回家，西藏人要回家！西藏人要回家，中国军队！滚出西藏，中国军队！滚出西藏。香港人为无一人，还是现在面对威胁
谐的台湾人。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一个剥夺自由、压迫人们的中共政权。中共看似强大，但是它的强大是建立在恐惧与谎言之下。实际上，这一点其实更偏向希望他们完全和平在一起。那你觉得国际社会怎么应对？자기에게 나와야 라왕다 망족이 가면 나와야 갱기 화야 종안나 롱아 주래 롱아 주제 다다부터 종안에 말리니 반대보도야 베베기 탑주래 홍콩기 탑주래 참말이야 약견당 등이지래 谢谢你过着农牧快乐的生活你把他们迁到平地他们完全没有丧失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低薪低能力的这种劳动工作，联合国说，这用吐蕃文教导的学校一个一个关闭。寺庙，它规定吐蕃的寺庙一定要设中国共产党的党委，你吐蕃的寺庙不准用吐蕃文传递吐蕃的文化。吐蕃的寺庙就好像旅游的装饰点，在向大家展示。好像中国真的善待西藏了，真的善待吐蕃了，这完全就是一个谎言。依照国际的统计，吐蕃3到18岁的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会生活的非常的富裕繁荣，我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今天吐蕃人用自己的血泪告诉我们台湾人，当你接受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你接受了和平协议，这条青藏铁路不会是到天上的路，它只会是带领吐蕃人通往地狱的亡国灭种之路。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我们台湾人，我们并不想跟你一起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只想吐蕃人在吐蕃人的土地上快乐的生活。台湾人在台湾人土地上快乐的生活，你中国人也请回到你中国人的土地上，请你自己快乐生活。大家说对不对？对。今天爱好自由民主讨论呀，国家不要的，必须是谈到범인아 주지야 뒤를 배로시 하는데 제다들이야 뒤를 아니 범인 전화 누구도 부채 범인 가르쳐나 누구도 강사. 那如果说有台湾人要想参加跟我们顶礼的话，也是在一起顶礼，要上来说的话。当中国说吐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是一句话，这是在抹去吐蕃曾经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而这样的论述，台湾原住民也很熟悉。我们站在这里，不只是单纯的实到说，殖民者的声音不应该让我们消音，殖民者压迫我们，我也不会停下来反抗。也因此，我在这里会承诺，自由不是任何人给我们，是我们自己要的，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今天。世界要自由，世界要自由，世上要人权，世上是世上人的。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做法，不止新疆，不止西藏，甚至中国的香港。有一个新的路叫维瑟，我脸书哦，维瑟我知道。但是各位，目一个年，我今晚一定跟李律师同理迄个会所。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李胜雄律师那种对台湾独立的坚持。你现在来问我，我也完全不能忍受。
中国军队滚出西藏！中国军队滚出西藏 ！Free Tibet! Free Tibet! Tibet belongs to Tibet! Tibet belongs to Tibet! 양남 무관 등대 내부 배교 어떻게 말이나 대신에 단단 양남 무관 등대 거리 쪽배기 구조에 나오래 안다 잡든지 또는 그래 비 잡든지 나오라 아니 양남이 정말 총세 빼주는 거지 아니 간다 가서 참여 시에 되게 꼬아래 비주라다 별초가 뭐네 아니 결리게 막미니 구조 쉬어래 다른 신기 총세 빼주는 거지 어디 신다 간다 구조 쉬셔 되는 시대에 그래 비주를 단단 뒤 나오라 믹스한다 거리 쪽에 총소당 냠도 수요 단단 막미 되는 게 대야 막지 부부고요 비주를 모자디 꼬라자니 이거를 계속 파샤자한다 그런 냠도 왜 양남 무관 등을 그 지슈에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Keep Taiwan 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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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在流亡出身的一个藏人，我要必须跟大家讲，藏人并没有讨厌中国人，我们觉得中国人、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香港人，大家在苦难中，所以大家要团结。中共不放你是汉人、藏人，不听他的话，给你麻烦。中共一直会说爱国的人乖乖听中国的，就这样爱国的人。如果有你的想法、你的意见的话，在中国银行前面的朋友们，请大家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布达拉宫的背板，请大家在这个两侧旁边可以集结一下。那今天我们在这边有借了路权，所以在红龙之下面的我们都可以站。